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优先带你来看国庆筹备委员会公布今年的国庆主视觉，双十字标志结合蓝红双色国旗元素，用自由奔放的笔触，营造国旗飘扬的意象。在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与大会处执行副处长罗正杰公布下，今年国庆主视觉正式揭晓。吴唐安表示，主视觉设计主要依据主任委员、立法院长韩国瑜所订定的主题延伸创作，融合创新与传统，整体图像以双十标志为基础，结合蓝红国旗元素，设计理念强调以笔为刃，以笔为义，透过浓淡变化与动态笔势，呈现国旗飘扬样态，也展现创造未来的力量。是以笔触自由，也象征我们台湾精神的多元包容。我们台湾人民不拘泥于传统的框架，笔触也如同思想般的自由奔放，展现我们对于创意与表达的尊重。那再来就是挥洒自信，也如同我们台湾人直率又热情的性格，每一道的笔画都富有的生命力，正如台湾人勇于展现自我、热情待人的民族性格。再来就是运笔，这一次的设计方面也展现旗帜般的坚定与灵动。设计是透过真实的笔触变化，如同我们台湾旗帜飘扬于风中的姿态，象征坚定不移又灵活应变的国民特质。这次主视觉设计者同样选择匿名，没有公开。至于采取莫兰迪色的做法，引发外界不同评价。有批评者认为过于沉重。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也做出回应：以往我们的颜色都是那种鲜红或鲜蓝、鲜绿。那我们这次的部分其实，莫兰迪蓝是比较沉稳啊，比较沉稳。那大家可能在看，可能这个跟输出也有关系啦。我相信这个在电脑荧幕上看起来是还 OK。那这个颜色的部分其实是相当的沉稳。那我觉得设计第一个，我们都尊重我们所有的设计师对他的一个设计的概念。那这个到底是漂亮或不漂亮，其实都还是见仁见智。其实以我个人来看的部分，我是觉得这个笔还蛮苍劲有力的，其实反而非常的直接，那就是我们双十国庆。庆筹会同时宣布，今年国庆大会将开放500位民众进现场观礼。9月4号在国庆官网开放报名，系统将以电脑抽签方式抽出，并在9月19号公告。至于领唱国歌人选，庆筹会方面也初步透露邀请对象。今年国歌领唱的代表，我们是将目标放在对社会具有公益的一些获奖代表团体的那个领导者，还有就是我们优秀的新住民，以及行政院文化贡献奖的得主。那目前我们这些都已经在接洽当中了。庆筹会方面表示，今年活动结合传统与创新，包括国内表演团体、国军空中分列式以及与台中市南投县串联庆祝等，希望与国人共同庆贺国家生日的喜悦，展现自由、团结与希望。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高雄车站新站体启用后，站前的中山路意外出现一处波浪形的路面特殊景象，吸引了许多路过旅客驻足拍照。市府说，这是为了要排水需求所设计的哦，一起来关心。高雄车站全新站体亮相过后，中山路前的景色成为了来往旅客热门的打卡景点。正对车站有着新旧站体的历史传承，而望向背后，则可以清晰的见到高雄市的中轴线，让这个地点正反怎么拍都好看。时常都可以见到民众停下脚步，拿出相机记录这全新的都市景观。你有这边打卡拍照过？没有，但是不错看啦。对，还不错啊。以前的回忆啊，年轻的时候坐车啊，对，正反面配的都不错。现在新的建筑啊，就看起来跟以前差很多，这个新旧交替，所以现在也来怀旧了。以前的车站跟现在那差异很大。而面对中山路的这片景象，还可以发现一处小彩蛋。仔细看来往的车辆都会有些起起伏伏的，就好像行驶在浪尖上。透过远镜头观察，整条中山路就好像波浪一样。民众表示，平时没有注意看都不会发现，觉得新奇又特别。它是个波浪状的，你有发现这件事情？没有还蛮特别，真的蛮特别的。对，我知道是那边有一条幸福川吧。
所以有那种对，会有一些波浪起伏啊。不过开车的话，影响是不大。其实这条波浪形路面并非因为施工不良所造成。市府道工处解释，由于路段通过幸福川，为了因应排水需求，路面设计会有些许拱起，实际行驶起来并不会影响安全，民众并不需要担心。高雄火车站站前中山一路。它是从建国三路到八德二路，因该路段因为横跨幸福川，那当时为了排水断面，所以拱起过路的箱涵顶板。那这个部分，我们公局在道路跑铺的时候，为了衔接幸福川的箱涵顶板，所以我们在高层上有去顺接。高雄车站新站体启用过后，不再单纯只是交通运输的枢纽，更透过景观设计与运体升级，逐渐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与旅客体验的新亮点。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众所瞩目的国道7号工程近日传出重大的消息，由于前置作业已经完备，高工局以南新段为最先标，预计今年10月公告招标，顺利的话，明年开始动工，预计2030年可以完工。众所瞩目的国道7号工程近期传出重大消息，由于前置作业已经完备，高工局将以南新段为最优先标，预计今年10月公开招标，顺利的话，明年就可以开始动工，预计在2030年就能完工。南新路、沿海山路靠近高雄港区工期最长，所以我们先做最优先标，预计在今年114年的10月就是要上网去公告招标。若顺利的话，有机会在我们明年就可以来动工，工期大概4年多所以会到119年可以完工那大概就是2030年。由于国道7号能够大幅疏解国道的交通负荷，地方民众都相当期待。现在即将招标的消息一传出，大家也都希望能够早日顺利完工。国道7号早做早好啦，因为那个大车跟小车分开，而且会比较行车比较安全。正话当讲较紧起无要紧，为什么呢？大家拢爱牺牲，无怎人要牺牲，对无？咁是安，所以咱必须要牺牲咱家己，牺牲咱家己，互国家，咱的政府较进步，这是咱。以此为荣的代志，希望赶快来完成，因为现在沿海路沿线都在做货柜专用道路，已经变成一个黑暗期了。那接着我们要忍受国道7号未来的动工，所以这几年当中，沿海路看起来是非常的不便利，也造成拥塞一直会不断。我们希望小港居民赶快动工，赶快完工，那也。不管是对我们经济也好，或对未来我们这地方的小港居民也好，到那边上班的民众也好，我想都会大大的改善。我们有成立了一个国7的一个廉政平台，地检署、桥头检察署的检察官跟廉政署还有调查局都请他们进来，就是要吓阻不法民众要来欺骗我们的地主那我们也就是说，希望把这个诈骗能够去除，让我们的整个经费还有用地局的经费来做一个把关。高工局也强调，日后会和市府合作，定期召开廉政平台联系会议，建立公开的监督和跨域沟通管道，确保采购和施工过程都能顺利，一力加速推动国道7号的建设。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星光三月在北区打造台南第3间分店，导入超过200家品牌，其中更将美食列为重点规划项目，引进日式料理、餐酒馆及各式甜点店，共超过30间特色餐饮进驻，满足在地人的味蕾。享宾集团旗下的朵颐餐厅正式进军台南，以精致主餐搭配丰盛百汇，有炭香意板牛排、味噌猪肋排等，还有开胃前菜配菜，要让饕客大快朵颐。我觉得台南市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美食之都那所以台南人其实对于吃这件事情是非常讲究的。最低从600元以上开始那到1000元以内的预算，那其实你只要点任何的排餐，你进来都可以享用到我们的这个精致的百汇。除了西式，还有台味可以选择。这间珍珠台湾家味还推出府城限定菜色，有西宝海味的鲜科、3杯安平虱目鱼皮以及火烧虾卷。另外还有日式抹茶专卖店与就来发饼铺合作，推出抹茶口味的碰饼。台南人这么喜欢就是抹茶，然后这一次就来发联名的原因，我本身个人非常喜欢就是他们的东西，过去那边就认识老板娘，技术的交流，然后这次为了台南
的名厂，就是结合抹茶的一个新的产品研发的。星光3月小北门店集结多家独家与首发餐饮品牌，有首度进驻南台湾，曾经获选10大优选店家的总裁牛肉面，还有首度登台的日本京都北白川葵利乌拉面，以及山本酱牛肉冻饭。将牛肉放在铁网上炭烤，香气扑鼻，令人看了食指大动。主打我们就是原肉现切、炭香现烤的烧肉冻，就是我们的一系列的牛，包含我们的招牌的烧肉冻，还有葱盐，还有麻辣口味。那基本上也有如果不吃牛的朋友呢，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猪肉冻的相关系列商品。这回还把微醺夜经济带进台南，导入5家餐酒馆概念主题餐厅，有探索马里独家全新品牌，主打创意湖南料理的香碰杯，还有以电子酒精自助交易所为最大卖点，搭配经典美式料理与运动赛事转播的运动餐厅，要让台南人体验从早到晚的时髦生活。记者宋海棠的报道。新北青创中和艺文基地近日在中和安邦社会住宅正式启用，首度与台艺大合作，让青年创意走进日常，同时扶植青年艺术创意业茁壮发展。3、2、1，注入彩色墨水。注入启动的魔法药水，新北艺文青年的全新据点新北青创中和艺文基地近日于中和安邦社会住宅正式启用。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开幕记者会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多元主题的青创基地，这是首度与台艺大合作跨足艺文领域，结合社宅多功能空间，让青年创意走进日常，同时扶持青年艺术创业茁壮发展。今天是新北中和青创，也是中和艺文基地的开幕典礼。今天中和的安邦社会住宅，这个住宅经过大家多年的努力，这个住宅真的盖得非常的好。那今天最主要是在安邦社会住宅里面，我们把青创的基地来结合艺文，一起共融社区，让艺文走进人民的生活空间，跟我们的所有的社区的居民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新北市长侯友宜受访时，先感谢台艺大长期与市府携手推动艺术教育、地方创生、艺文推广，这次更协助基地营运，让青年创作者从校园走进社区，使艺术文化与社区更紧密的连结，民众也能更容易接触艺术。新北青创综合艺文基地今天正式开幕，我还在这里特别谢谢台湾艺术大学在钟校长的带领，来帮助我们综合艺文基地能够不断的营运跟创生。最主要的是综合艺文基地，因为定位是在青年创业，所以结合艺术教育以及青年的创作，还有未来在创业一路上都能够衔接从校园走进社会，尤其能够在我们安邦社会住宅融入我们的社区生活里面，让社区就是一个艺文，让艺文走进人民。后也特别指出，这是综合艺文基地首度跨足艺文领域，提供更多青年创作者展演、讨论与创作的舞台，让艺术文化不仅是兴趣，更能成为志业与职业。新北市的青年朋友可以借着综合艺文基地来展开你们的艺文的创作被看见，也变成创业，变成一个人的志业跟职业结合在一块。尤其新北市在青创基地目前有100组的培育，包括课程老师的指导。当时我们都着重在科技创业以及我们社会企业电子商务，这一次完全不一样，走入艺文的创业，让艺文创业跟我们青年朋友紧密的做结合，也融入我们社区，大家一起来努力，让新北市的青年的艺术创业被看见、被扶持、被茁壮。
新北市青年局表示，中和艺文基地临近捷运环状线中和站，场域宽敞明亮。1楼为艺文团体表演舞台的意象剧场，未来将规划举办戏剧演出、音乐会、讲座、论坛等活动。2楼则为律动空间、细胞教室及感官空间3大区域，同时满足静态与动态的展演、创作、创业需求。中和艺文基地自8月开始将举办一系列手作课程、迷你演唱会、脱口秀、艺术市集等活动。相关活动消息，民众可关注新北市青年局官网、脸书及 IG， 欢迎民众一起来体验。新北青创中和艺文基地，创意无限。记者肖世荣新北采访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桃园市南区身心障碍福利馆正式启用喽。其中3楼同步成立南区辅具资源中心与南区助听器银行，提供民众借用辅具听力检测与助听器等服务。在南区身心障碍福利馆28号启用典礼上，不止活动中心热闹登场，3楼同步设置的南区辅具资源中心与南区助听器银行更是当天关注的焦点。现场展示多种日常辅具，民众能实际体验如何在生活中协助长辈与身心障碍者。南区助听器银行由社会局与华科基金会合作成立，服务对象从学青年、职场人士到退休长辈，只要有听力障碍或者需要检测的民众，都能透过预约方式使用服务。甚至社区据点也能申请公益讲座，推广听觉健康。那其实就是解决我们看到很多就是民众他觉得听助听器为什么效果不好？那其实我们有发现到这个议题是在前端的适应、挑选跟怎么样去符合一个期待正确的期待值这部分其实有待欠缺，所以我们就跟社会局合作，然后提供桃园市民只要有这样的需求的，那当然如果有身心障碍者的优先，那如果只要有听力障碍或是听觉困难的，不管是在学的、在职的或是退休族群，其实都欢迎跟我们这边做一个登记跟联系。另一侧的南区辅具资源中心则展示智能辅助设备、轮椅、视障辅具等各式用品，并有专业人员提供评估与申请补助的咨询，让民众能了解如何把辅具带回家照顾长辈。所以我们这一个展示空间的部分的话，可以让民众知道说，哪一些辅具你可以在家里面运用来照顾长辈，或者是身障者，或者是失能者可以运用的辅具。所以如果民众如果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到现场来，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部分的话提供给你做咨询，或者是说桃园相关的辅具资源的一个介绍，那也帮助民众的部分的话，因为知道这些资源可以运用，就可以来申请相关的辅具补助，然后来协助长辈或者是失能长者的一个照顾服务。除了辅具的部分的话，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有些像身心障碍者，他可以用电优惠的部分，那或者是说有一些2手辅具的借用，可以在这个定点就可以拿得到哈，就是预先登记的部分。那另外，因为我们的视觉辅具也有验光师一起加进来做处理，所以一站式我们就可以做好相关的视障者的相关评估跟相关的数据处理，帮助我们视障的朋友部分的话，也可以有相关的辅具可以运用。这2项新设的服务，让桃园南区地区的市民不必再舟车劳顿，即可就近获得专业辅具与听力检测的资源。市府也期盼此让身障照顾服务更普及，推广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国内20家媒体宣布共同成立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要在假讯息充斥的网络环境中，建立更值得信赖的新闻生态。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正式成立。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在9月1号记者节当天宣告正式成立，联盟成员由国内23家公共媒体、传统商业媒体、网络原生媒体共同组成，并结合公民团体与学界力量，希望透过媒体自律机制，改善网络新闻乱象，创造更值得信赖的数位新闻环境。台湾的网络新闻其实一直是在一个漫无章法
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我们今天才想说要成立在9·1的记者节，成立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然后希望可以让台湾的网络新闻得到更多的信任，因为以目前的这个状况，就是例如说各种带风向的啦，或是错假的讯息，其实蛮多的。那网络新闻越蓬勃，其实国人对于新闻就越没有感到这个信任感。那没有信任感呢，其实对台湾的整个媒体产业来说都是很糟的，尤其是像各位那么多的媒体记者，那么多的厉害的从业人员都进来这个产业，但是大家得到的社会信任却是很低的。所以我们希望说从自律开始做起哈，让台湾的新闻可以得到这个网络新闻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信任。好，那我想说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自律，我觉得不是束缚。有些人担心说，如果我这个新闻自律了，我是不是很多新闻我都不能做？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自律是台湾新闻最重要新的力量。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从这个自律，每个媒体可以从新闻自律做起，然后让台湾的新闻媒体可以重生。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指出，自律是提升新闻品质的最佳方式，也是建立媒体品牌的长远策略。尽管道路艰辛，但价值重大，也因此呼吁更多媒体同业共襄盛举。就今天是9·1记者节，我不知道在台湾社会有多少人还知道这个节日，或者到底我们在新闻生态系统里面的成员有多少人还会重视这个节日？作为一个台湾媒体生态系统里面的成员之一，也是公共媒体的一个负责人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必须说，公共媒体本来就相信自律这件事情，相信自律对于这个台湾的媒体品质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关键的手段，也相信是建立媒体品牌最重要的一个策略。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联盟，所有的媒体都能够来加入。新任数位发展部长林宜敬则表示，民主不能少了言论自由，但也不能放任假讯息侵蚀社会，唯有健康、自由又自律的新闻环境，才能守护民主的根基。民主国家不能没有言论自由，但是民主国家也不能放任错假讯息流窜，以至于危害到整个国家的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健康、自由而且自律的媒体生态。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成立的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好消息。联盟自6月起已召开6场会议，并纳入公民团体意见，针对儿少、妇女、性平以及犯罪被害人等议题制定自律规范，并启动官网申诉管道，开放读者检举报道。虽没有处罚权，但将透过联席会议沟通，促使内部修正，并期待更多媒体加入，共同重建社会信任与新闻专业。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中嘉宽频持续扩展经营区域，积极投资铺设全新的光纤线路。9月1号宣布在桃园南区正式开卖，从中立地区开始导入高规格的双向对称宽频光纤到府服务，要让用户畅享高品质宽频与影音感受。中立出发，全桃园共享，中嘉集团一定做到。中嘉宽频持续扩展经营区域，积极投资铺设全新光纤线路，满足不同族群的多元使用需求。9月1号宣布在桃园南区正式开卖，并在中立原生公园举办誓师大会。从中立地区开始导入高规格双向对称频宽光纤到府服务，从源头确保高速稳定连线，还搭配 WiFi 全互通跟各式影音娱乐，显示中嘉宽频对于提供用户高品质数位服务的推广决心。桃园市目前在积极推动智慧城市，也看到市政府这边一个很多的成果。那我们配合这个智慧城市的推动，我们率先在南桃园地区实行全面的光纤网络建设，这需要耗时间以及耗钱，但我们中嘉集团做了，而且已经开始在完工，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中立地区相关的宽频服务。那我们领先业界，也做了一些 Soundbox， 还有 Disney Plus， 还有各丰富的节目，
使我们的宽屏除了可以提供对称服务以外，它的价值、影音，还有它相关的一个高品质的设备，是在南桃园地区会让你耳目一新。中嘉宽屏长期深耕桃园北区，深获当地居民肯定。为了回应更多桃园人的期待，投入建设全新光纤，把优质网络服务扩大到桃园南区。中嘉宽屏北2平台长徐雪玲表示，中嘉将以新光纤、新娱乐为诉求，因为中立民众值得更好的服务，更多的选择。为了响应桃园市政府智慧桃园、智慧城市的政策，我们筹备了1年半。今天我们正式宣布，中立成为我们桃园市全光纤到府网络计划的首站。我们以新光纤、新娱乐为诉求，我们认为中立人值得更好的服务，更多的选择。所以透过今天的誓师大会，我们也承诺，我们将以最快速、最稳定的光纤服务，带给全中立市民最佳的数位生活体验。为了提供最及时、专业跟贴心的服务，中嘉宽屏在中立设有上百位的专属服务团队，就近守护每一位用户。同时响应桃园市智慧城市发展愿景，将带来更进阶与优质的数位宽屏服务。未来中立会有专属的服务团队，我们有120位的工程，我们还有115位的签约合作厂商，当然我们还有专属的业务服务专员，在地服务。我们期待提供中立的每一位用户最贴心好的服务。当然，这对中嘉来说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也会透过这个光纤的基础网络，推动智慧城市。誓师大会后，业务同仁跟工程车也在中立市区进行扫街，让更多中立人看见中嘉宽屏的进驻跟真实服务的身影。现在还有欢庆开卖的限定优惠，贴合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网络、智慧家庭跟多元数位娱乐的需求。合约期间还可享 WiFi 全互通以及影音串流盒免费用，畅享高品质宽屏跟影音服务。中嘉集团立正。解了一团报道。再带你来看实境综艺节目《少年侦探诞生》，到台南市司法博物馆举办宣传记者会哦。台南市长黄伟哲受邀出席，热情欢迎剧组来台南取景，也祝福节目未来收视长红。由金马、金钟双金团队联手打造，辉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的实境综艺节目《少年侦探诞生》，是一档结合明星效应与法治教育专业的创新实境综艺节目，预计在9月份起展开制作。剧组特别选在台南司法博物馆取景拍摄，艺人隋棠、王彩华、温升豪与黄瑜婷也都一同出席宣传。我跟盛豪哥呢，因为我们之前有合作过《神秘五金行》嘛，所以我们非常有默契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一聊呢就可以聊很久，然后都蛮好笑的。然后跟糖糖呢，也有合作过戏剧的。然后我觉得糖糖呢，真的很有正义感，而且呢，对青少年、幼儿呢，都是一直在为他们发声。所以呢，这个节目呢，我们基本上呢，合作起来呢，真是快乐无比。我们今天这个案件有遇到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我觉得我们还是会用普通老百姓的语言跟他们沟通啦。但如果是在就案件本身来讲，我们会严肃看待。我觉得这个拿捏，我们应该是游刃有余吧。市长黄伟哲也代表全体市民向《少年侦探诞生》制作团队表达欢迎。这个地方真的是林委员很大力帮忙能够顺利的让这么美好的司法博物馆能够成为我们少年侦探诞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因为我知道从第一排以后的大家都在晒太阳，所以不宜久留，不然妆会花了那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的。那代表所有台南市的市民朋友欢迎这部这么好的一个法治教育的片子，而且真的是集公益跟艺术为一身，就感谢王导了那因为这边诈骗这么多那所以说非常非常需要再从各个方面的层面，那代表所有台南市市民欢迎，希望在台南市又多一佳作。谢谢季导，祝福大家。少年侦探诞生以戏剧化情境模拟与娱乐互动为核心，节目设计透过少年侦探
明星、律师及法官一同参与案件调查与推理，最终在模拟法庭展开辩论攻防，带领观众从娱乐过程中理解法律的运作与价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接下来吃美食喽，先带您到高雄，在左营有一间开了52年的阿嬷面店。东西味美价廉，不少客人还爱跟老板娘聊天，感受浓浓的人情味。头发花白、穿着碎花围裙的阿嬷站在灶台前，不疾不徐的煮面，随着筷子搅拌的动作，麻酱香气飘散开来。店里的招牌组合便是这碗麻酱面配馄饨汤，简单的古早味却格外好吃。小碗馄饨汤就有10颗馄饨，都是阿嬷每天早起制作的。古早味嘛，我都会点一个面、一个馄饨汤，还有一些卤菜，而且它真的很便宜 ，CP 值很高。久久就开车来这边吃一下。我吃很久了啦，我妈妈跟她差不多岁了，她已经走掉啊。她这个阿嬷真的很厉害，她做的好好吃哦。我都是馄饨汤加干面，也价钱真正做活心呢，哈哈哈。真俗啦，真活心啦，没歹啦。我都做很久，做到现在做到12点半才回家睡觉。要一直跟他讲话，他才会活得越老，做得越老。经营52年的老面店，虽然没有任何招牌，却是在地人都知道的美味。期间客人们熟门熟路的点餐入座。阿嬷的面店不仅东西美味，价格实惠，更重要的是这份难得的人情味。52年有面有汤啊，馄饨汤，我这边都是20块、30块，最多35块，这个是10块、10块、15块啊。这个出好几年了，出30-40年了，来都像自己的人一样。我们不是像买卖哦，我们是像好像自己家人，他也是像自己家人哦。这个是国中树到现在，恋爱树到现在哦，都阿公了哦，像玩一样啦，讲话跟人家讲话，好多人来就讲啊，像他们来进来就有手啦，就是讲话啦，不是说为了这个东西。炎炎夏日的午后，品尝这份简单的古早味，在阿嬷的小面店里，不只有陪伴众人长大的美好回忆，更能感受到南部的浓浓人情味。记者周福庆、李品荣高雄报道。在电影到中立有一间手作料理，主打新鲜食材、料好实在的秋篓菜，其中的香酥鸭经过多道工序与独家调味，外酥内香，再搭配口袋饼，堪称绝配。对的，帮他按摩。主厨先帮鸭子整骨，再利用独家调味盐跟香料好好按摩入味，就要放进蒸炉里蒸2小时。中立这间手作料理的主厨招牌香酥鸭，要经过重重手续才能够得到外酥内香的美味，让桃园市议员谢美英都赞不绝口，表示还要搭配口袋饼，不管冷吃热吃都好吃。像香酥鸭口袋饼，这个香酥鸭皮酥而不油。鸭肉鲜嫩多汁，吃起来超 juicy 的，很多朋友吃了之后都会回味再三，都说那一道菜印象很深刻。不过这道菜重点就是要趁热吃，然后再夹上那个口袋饼，因为口袋饼它也是皮酥，然后内馅是比较软的，然后它没有甜味，所以它可以保留住那个鸭肉的鲜甜。再来就是可以把那个油脂的部分再做一些这个吸收，所以如果是刚上桌，建议直接吃鸭肉。那如果稍微有摆放了一会儿，大家聊聊天，后来再吃的时候，你可以夹着那个口袋饼哦。主厨已经从业30年，在这家店也有20年的资历，许多美味都出自于他的巧手烹饪跟研发。招牌香酥鸭得要提前预定才吃得到，店里的菜都主打新鲜手作，跟外面的预制菜完全不一样。香酥鸭跟外面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们是有经过特殊的手法啊，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独家秘方的中药材的配方啊下去制作，那经过蒸，然后烤、炸，让它呈现出比较有金黄色的颜色啊，然后香气更浓郁。外面的比较起来，它们可能会比较油腻。另外，玉笔文风香芒虾也是热门菜之一，裹上面线炸的金黄的虾子排排吊在笔桌上，看起来就跟古代御书房的毛笔一样，搭配特调酱汁、沙拉跟生菜，味道也是一绝。我们面线虾是用很特殊的面线啊，去裹那个炒虾
去把它包裹起来的，它再经过炸，把面线炸成金黄色，吃起来的口感是蛮独特的啊，因为搭配我们的水果跟美生菜，还有我们自己制作的沙拉酱。这间手作料理是桃园市议员谢美英的爱店之一，不仅菜色丰富美味，店内环境也非常吸引人。独立包厢内还有小舞台跟卡拉 OK， 不仅私密性极佳，还兼具娱乐性。因为182手作料理，第一个它的食材新鲜，然后它还有一些出菜的一些那个内容哦，他们有设计，所以会让来用餐的朋友，像我们有时候邀请朋友们聚餐吃饭，会觉得主人家东道主会很有面子，而且他们包厢里边，像现在看到这一个包厢还有小舞台，然后可以唱歌，等于说它的私密性、隐秘性比较好，又可以兼具娱乐的效果。但是我们第一个，我们的环境。跟外面不一样，我们每一个包厢都是独立的，然后我们的菜色所呈现出来的方式，也是跟外面区别的非常大，就比如说我们第一道冷盘上面有上干冰，外面的餐厅很多都没有，因为可能他们考量到成本的问题，但是我们老板为了要给大家来这边用餐的好心情所以说不惜在成本上多花了一些。主厨强调，店里头的食材跟料理都是新鲜现做，还有不少独特的秋楼菜，就连摆盘装饰都非常用心。此外，整体环境有隐秘的包厢，氛围感十足的灯光音效，无论是大型餐会还是小型聚餐，都能在这里享受美食，跟亲朋好友一起放松。记者赖伟一团报道。接下来带您到台北大安区，有一家美式餐酒馆，以美国马铃薯王国为灵感，设计了9道期间限定的料理，从经典乡村风味到创意甜点，都融入了爱达荷州代表性的农产品，带领饕客透过味蕾走访美国西北。爱德荷州以肥沃的火山土壤孕育出全美最优质的马铃薯，口感细致且用途广泛。这次的主题菜单以马铃薯为主角，搭配牛肉、蔬菜与水果，演绎当地乡村餐桌氛围。无论是清爽的蜜桃鹰嘴豆沙拉，或是爱德荷日出马铃薯烤蛋，都重现当地人日常饮食的风貌。全世界都知道爱达荷州的这个马铃薯，大家每天常常会吃到的这个薯条，全美国有30%以上的马铃薯是从爱达荷州来的。那全世界的主要的这些这个素食餐厅，薯条大概有50%以上都是从爱达荷州来的。所以马铃薯是我们在农产品上面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产品。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和牛大家都知道美国牛肉很好啦，那和牛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很好啦，可是在美国最重要的最大的这个和牛产区是从在爱达荷州，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品尝这个美式的这个和牛的这个产品。基本上他们马铃薯就是他们州的一个很代表性的农产品，所以他们很多菜里面都会把马铃薯用在里面。像我们这次呈现的是属于美国的乡村菜，那美国乡村菜的特色就是分量大，让这些就是务农的、种田的这些美国农夫们可以吃好吃饱，所以他们的淀粉量跟分量上面都会非常的足够，管饱。餐桌上还能看到博伊西式的经典酥炸手指牛排、乡村蒜味韭菜马铃薯可乐饼，以及浓厚的猪牛混合火烤肉饼，更有将汉堡元素融入薯球的起司牛肉堡风味焗烤马铃薯球，与回归质朴的手撕猪马铃薯蛋饼，每道料理都把美式豪迈与创意巧思端上桌。那爱达荷他们最有名的就是牛肉跟马铃薯嘛，所以这次在我们菜单上面就有他们当地一个非常特色的一个叫做 finger steak， 他们是把牛排切成长条状，再拿去做油炸，做成一种炸牛排的形式的 finger steak。以及呢，他们当地很多的菜色呢，都用到了马铃薯，特别像是有2道菜，一道菜叫做 Idaho Sunrise， 它就是用马铃薯搭配水波蛋，然后另外一道菜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他们的布朗尼。那一般的布朗尼，我们知道巧克力布朗尼嘛，就是巧克力布朗尼啊，但是他们的巧克力布朗尼里面还加入了马铃薯，是一种吃起来口感上面非常特别的一道甜点。
9道料理从前菜到甜点，完整展现爱德荷州农业特色与饮食文化，也让台北消费者在美食中品味世界。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接下来带你来看日本经典插画品牌 Osamu Goods 引进台南后持续热卖，除了快闪 Fox 时尚流行馆外，也进驻台南的林百货推出联名甜点茶饮，吸引了不少粉丝前来朝圣。一走入百货，日本插画品牌 Osamu Goods 的经典角色就映入眼帘，从大门、电梯到服务台，处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作者原田智以复古美式的风格风靡日本之后，在2023年首度登台就刮起一股可爱旋风。今年延续这波热潮，18号起跟快闪 Fox 时尚流行馆以日本车站的复古售票亭为造型，要带来满满的可爱能量。店内有浓浓台南味的嘎吉德亚等热卖商品，还有近50款好可爱的人气周边角色，在首日就吸引粉丝来朝圣。可以在百货 Focus 这边可以看到原田角色的东西，然后就可以在这边就是又买到它的周边，就觉得很可爱。而且就是买到这样子的东西的话，就是日常的时候都会看到，觉得蛮开心的。百货为了满足粉丝，也特别串联在地人气店家，推出专属台南限定 Day and Night 的集章活动，让大家边玩边集点。更值得期待的是，同步推出免费寄送明信片以及散步小方包和保冷袋这2款超实用的满额礼。那我们 Focus 本馆这边，除了就是有刚刚看到那个快闪的 Mini Stop 小卖店之外，就是我们还有就是整个百货都有联名档期赠品，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小提袋，然后希望大家在台南早上散步，然后晚上有可爱的疗愈。Osamu Goods 的风格就因为和日治时期建立的林百货类似，所以业者在顶楼提供咖啡和轻食的餐厅，再次联名推出2道甜点和茶饮的搭配，要让粉丝享受被可爱包围的感觉，好拍又好吃。来到这边，然后发现有这样的餐点，还蛮有吸引力的。加上他们有送一些卡片啊等等的，就觉得还可以做个简单的收集，还蛮开心的。然后今天刚好看到说有这样一个餐点，觉得蛮有吸引力的，所以想说要来尝鲜看看。2025年 Osamu Goods 以 Go to Tainan 2部曲再次联名登场，邀请您一起来台南变可爱。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高雄男子加昌路与海专路交叉口的人行天桥使用率低，加上一旁将新建从男子第2行政中心到捷运站的人行空桥，因此到工处从9月5号到19号将进行夜间拆除，提醒用路人及早改道。楠梓区加昌路与海专路交叉口的和平人行天桥，由于过于老旧，加上人本意识的抬头，大部分民众都改为行走平面斑马线，但桥墩与天桥入口却完全占据了人行道，没有无障碍空间，对民众而言相当不方便。因为现在人比较少爬楼梯吧，使用率很小啊，那很寥寥无几啊，没有几个人在行走啊。因为那个天桥刚好是在人行道上面，造成无障碍空间蛮窄小的，一些行人要推小朋友的婴儿车啊或轮椅都没有办法来通行。就是推娃娃车，那势必一定会跟机车道做一个抢道路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是有改善的话，其实这样对人行或是对一些比较不方便的，会对他们比较有利，而且比较安全。因此，市府规划拆除人行天桥，让民众有平面的无障碍人行空间。而天桥另一端就是 R20连开案，未来将有楠梓第2行政中心，建商将新建一座专用空桥，连接到捷运站。因为从捷运站出来就直接可以从那边直接来到我们第2行政中心的，不用再走仁川线。如果一般的民众走仁川线是直接地面上这样通行的，而且大家也是可以比较便利的。
道工处将在9月5号至9月19号每晚9点至凌晨6点进行天桥拆除工程，将封闭加昌路慢车道与海专路1至2线道。而9月7号晚上至9月8号早上，加昌路封闭从金河街168巷至海专路西巷全线，海专路则是从瑞平路30巷至加昌路口全线封闭。那我们在拆主梁的部分，在9月7号的晚上9点到9月8号的早上6点。这段期间，我们会将整个加昌路口整个做西向的车道会整个做封闭，然后调拨我们的东向车道让大家使用。另外在海专路上面的话，我们会从瑞平路30巷的部分到加昌路这段去做一个封闭改道。9月7号晚上至8号早上是主梁吊挂时间，需占据全车道。道工处提醒用路人避开施工路段，改走替代道路。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基隆中元祭最高潮的放水灯游行，各式的阵头表演与花车吸引了许多市民和外地游客到场观赏。日本、韩国的姐妹市代表团也特地来访，为基隆街头注入满满的祝福与文化能量。国际级火舞团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传承了171年的基隆中元祭最高潮活动放水灯游行，吸引市民和外地游客夹道观赏，感受热闹的中元祭典。哇塞，很帅，很帅，这是了不起耶！很及时的。当然，现在这样的时刻，给你们热情的掌声，加油一下！宇都舞蹈团。轮值主普的吴姓宗亲会今年安排了各式阵头表演与主题花车，现场掌声连连，宗亲们踊跃参与，充分展现团结气势。另外，各姓氏宗亲会也精心规划了各类表演与主题花车，以拼阵头代替打破头，展现输人不输阵的强烈企图心。今年也吸引韩国上州市、日本八代市及吴市等姐妹市代表团特地来访。基隆市长谢国良、副市长邱佩玲、跟议长童子伟、副议长杨秀玉、立委王正旭及多位的基隆市议员等各界贵宾，都共同来参加这个基隆最在地的文化庆典活动。欢迎我们的理事长，也是我们的市长谢国良。这是我们第171年的基隆中元祭。那我们的文管局今年也非常的用心，也跟很多品牌大家共同的来合作，然后来创造我们更多的亮点。那另外我们也将这个市区我们的中青会也打造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意象，所以我们是非常的高兴。我们一年又一年会朝吸引更多的观光游客来作为我们这个推动中元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那也希望更多的海内外游客大家都共同的一同来我们的基隆中元祭跟我们来共欢。基本上呢，这个早期也在基隆呢有一些战乱哦，所以呢，普渡的精神呢是相当的慈悲为怀。不管呢你是不是台湾人或者是外国人，我们通通都给予照顾。没错。这不仅展现出我们基隆人的文化活力，也展现我们城市的充满了节庆的一个氛围。中元祭在基隆既有庄严肃穆的一面，也有热闹欢腾的一面，这正是能够代表代代传承、越加兴盛的一个原因。要来经过我们再挥手了，谢谢我们议员，我们所有的议员团队，谢谢。在宗亲会与机关团体各界的热情参与下，让外界看见了基隆中元祭的精彩，也透过各年龄层的积极参与，让这项传统文化能持续的传承下去。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以上就这周的中嘉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
长提醒您，屋外式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罪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2、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3、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4、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机房及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